咱来看国际新闻，伫咧印尼有一间伊斯兰会当带学寮的学校，有一栋长咧施工的4层楼建筑物说是熊熊放弃。迄当时呢，内面有上百名学生伫遐内面祈祷。即届意外造成上无3个人死亡，上百人受伤，还佫有几落10人待伫咧建筑物内面当人来救。 这个妈妈看起来真着急，佮家长徛伫边仔祈祷。印尼爪哇岛的伊斯兰寄宿学校，其中一栋当咧施工4层楼高的建筑物煞熊熊放弃。出动时有上百名12岁到18岁学生伫1楼的祈祷室祈祷。代志发生的时，大量学生向外口冲，但是有数十人袂赴逃走，都安尼互逮起来。Masih banyak sekali yang masih terdengar untuk menangis untuk menjerit ya. Artinya mereka masih hidup. 接到消息了后，救援人员、警察佮阿兵哥马上去救援，不过无偌久，建筑物又搁放弃。伫边仔着急等待的家长是惊甲叽叽叫，救援人员马上要求所有人，包含停伫附近的数十架救护车，全部离开事故现场。然后12点钟过去啊，佮65人失联。伫各种设备的支援之下，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时间，透明一直学，佮向受困的学生送上素佮水来维持因的性命。 Evakuasi sebelumnya kita fokus pada yang masih hidup ya, itu sudah yang masih hidup. Dan kita tentunya kita juga berhati-hati sekali karena kondisi bangunan yang runtuh itu, kemiringannya itu masih memungkinkan sekali untuk runtuh kembali. 印尼政府派人到场调查原因，初步发现这栋建筑物原底干那2层，煞伫无经过温水情形之下，家己加起2层。相关人员判断，应该是这个地基无法度承受，佮加违发起的2层的重量。国际新闻新闻报编译。